嗱，唔講咧，大家可能唔覺啊，有一啲字啊，可能受普通話讀音嘅影響，又或者喺粵語裏邊咧比較少用到，所以好多人都讀錯嘅。嗱，以下呢幾個字，如果你全部讀啱晒咧，簡直可以頒個粵語專家證書過你噶啦。咁大家即管嚟睇一睇，自己讀啱幾多個啊？嗱，第一個呢一個詞啊，我哋粵語咧一般講淋水噶嘛，咁就唔係讀焦水噃，而係讀嬌水。咁呢一個咧，我哋粵語通常講鎖匙嘅，咁呢個點讀咧？啊，唔係鑰匙噃，而係讀鑰匙。呢一個地方係以前古代楚國嘅都城啊，就唔係讀程州喎，係讀颍州。呢一個啊，我哋粵語通常講湯殼噶嘛，啊或者湯羹啦，咁點讀咧？就唔係讀湯勺噃，而係讀湯雀。咁呢一個咧，我哋通常講台噶。就唔係讀桌子噃，係讀雀子。呢一個就唔係人喊馬嘶，係讀人喊馬西。呢個地方咧係古代一個地名，就唔係讀并州噃，係讀兵州。咁啊，最後呢一個咧好多人讀錯噶啦，啊唔係讀絢爛奪目，而係讀絢爛奪目。咁以上呢啲字啊，大家讀啱幾多個呢吓？如果讀錯多讀啱少嘅，咁都唔使緊張嘅，可以整翻本廣州話正音字典翻去學習下。咁遇到唔識嘅字呢，打嚟查一查就 OK 噶啦。